为字典学台语。一般人若要学台语，可能会来参考教育部的网站。咱来看教育部的网站提供啥物款的内容。咱来找媳妇，伊是安怎解说呢？媳妇就是媳妇，伊的读音呢？新妇。新妇哦，是合口音的新哦，伊写闪电恩啦。教育部阁会提供例句，咱来看一个例句。遮一个人看出一家，新妇看出单家，伊是用罗马拼音安尼写，伊拢写分调，其中阁有连接号，无连接号，有连接号是啥物意思？是乱七八糟的意思哦。怎讲乱七八糟？好啦，你著全部用分调。你的表达方式，有连接号啥物意思？以我所理解，就是讲头前即字爱变调。一人呢，这字爱变调啊，为虾米你无连接号呢？所以这就是乱七八糟的标示啦。到底词句音爱变调无？免变调无？拄学台语的人看到安尼，是毋是雾煞煞？要如何学起呢？教育部安尼会错误，伊会改无？单家单有片音，伊甲你写单，安尼会错误，伊当时要改呢？教育部要改毋改不管，咱来开发一个咱属于咱家己的字典系统。这是离线版本的，要查进前爱载入资料库，先载入我进前做好的资料库，未完全哦。这有包括教育部20000笔的资料拢有啊，所以教育部查会到的，伫遮拢查会到。咱来试看卖，来查媳妇，查出来，媳妇毋是安尼写，应该写新妇安尼写。读音、注音、汉拼抬落伊毋对，咱甲伊打叉。说明呢，咱就讲为虾米新妇读心？因为新妇的心就是子时，子时就是儿子，儿子之妻就是心，心一声读音心，新妇就直接安尼写。教育部查会到的，咱这个网站嘛拢查会到。除了新妇以外，甲新妇有关系6笔的例句，咱嘛拢查会到。我直接标出词句音一人，这是词句音，但是有连接号，表示讲这是经过变调的。若点落去，咱就会使看到详细的资料。基本上是先照教育部的资料为主，台落有错误，咱就打叉，但是咱无甲伊修改，方便一个对比性啦。这注音是词句音嘛，汉拼是标分调，但是有连接号，表示讲这个若读出来是爱经过变调，安尼注音汉拼有一个对比。咱继续透过查询来熟悉这个系统，咱来查看做。做中文的做，教育部讲读木，咱甲伊修正过即字木。大人讲木，阁有台语阁有一个讲法，讲叫做猫。咱来查看卖，即个栏位会使输入汉字、注音、汉拼拢会使，免阁做其他的勾选，直接输入这3种任何一种拢会使。咱来查看卖，即字猫，猫像牛遐大力，真食力的猫落去，咱写即字猫，毋是教育部讲的即字。猫即个读音，咱嘛会使查到咪咪毛毛的即个猫，凹陷的猫，教育部拢写共字。咱猫线的凹陷的猫，甲大人的猫无共款。所以你会使透过输入汉字、注音，也是汉拼
来查询，你嘛会使改用台罗来查询，还是用中文来说明。譬如讲蒸笼，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咱就来查看卖有无？有蒸笼的人床遮，咱就来查看卖。教育部写龙床啦，咱写人床。目前咱开发的进度，就教育部有诶，遮拢查会着啦。比如咱过来查一个虫，教育部讲虫天，讲安尼写啦。教育部的台罗注音你看伊写无片音的天啦，安尼就错误啊，咱就爱来修改啊。咱就爱来修改。伊的台罗本来错误，为着做迄个比对性，咱无去更改台罗的部分。注音咱就爱改天，汉拼咱就爱改天，一声天。即咱若有甲骨先生教咱的，即为虾米用即字的说明，咱就家己写伫遮。改好的时阵就家己储存。咱过来查看卖即字好教育部安怎解说。一般性的呼叫就共款写即字好，搁有call，打手机讲写即字好，敢对？咱来看后壁，甲人 call 我来嘛写即字呼叫的呼啦，咱就照甲骨先生甲咱教的写即字 call。考试仔的考呢？教育部共阮写呼叫的呼，咱写教育甲骨先生甲咱提醒玉片讲的即字虚吹，就是即字考。安尼有爱改无？安尼咱就知影打手机的考是毋是甲人考我的考，咱就来修改，甲伊改做即字考。拼音拢无叮当着。安尼咱就家己共款是打手机或考机，咱就改即字考，安尼家己储存起来，确定，咱就慢慢来修正即个资料库。即集主要简单介绍咱当咧开发的即个编辑查询系统啊。大家若有任何建议，也欢迎留言。即马主要的工课，比如讲心腹即款词，咱就爱输入即个咱认为的适当的用语嘛。拼音错误的，咱嘛爱甲伊改过来。意思主要爱搁加甲骨先生甲咱教的部分，即部分嘛爱开时间来一个一个输入。大家若有想要参与的，我会甲即个 HTML 档甲资料库拢放伫说明栏的连结，大家有兴趣会使去下载使用，还佫提供你认为的建议。感谢大家。